方寸三爷弄家女，不拉房子家女。当年讨君之恨必复报，我亲人啊，自古今天恩
了一件奇闻。什么奇闻？娘我了这么大年纪，从来也没有听着有这种事。可来见文官大人到身上，明路开到张王房。这是我兵军征举定恩人。哎，是哪一个啊？小民夫郎分兵上。对，话不得
再给你的姑娘，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？夫人放心，只要公布到，好事不为所了。丁大人，清朝大人到。哦，有请，有请。哎呀，夫人。当你为自保私保家，曾经路过此地，今日就地荣友，真是感慨万分呐！燕妻，本是那位旧将人，你在燕妻的府中。是啊，万岁我几经之身，说了又说，放了又放，好不容易才说到邱家恩人张父来下落，如今他生我家女儿在花园与我你，燕妻劳苦功高，待我追命分堂，应转重赏。请旧将人前来相见。有请姑来姑娘。有请姑来姑娘，有请姑来姑娘，姑来姑娘啊！他来了。请大人为兵万岁，明日不久
想表大会，以必珍宝身上。是啊，请姑娘讲个明白。大人请听。3年前，万人领的在君王，为其中是我将他进来上，一兵为兵我杨银路，我引的远追到江湾，谁那一兵不为风水进君王。什么样？早已历经一辈上，本是情我有真情。一官派不难作贼。为生不男女之境，岂能作证？大贼不信，那让我灭绝君王。哈哈哈哈哈李大万岁，真的是来报你称国之恩吗？不为报恩，那抓我出人呢？那是为些当年之臣，报当年之臣。咦，金家堂当万岁，堂在水晶之中，刘义玲珑，本国等傲气，本水也，大万岁死力，大万岁真。万岁命我前来捉拿你归案。大人，小女子当年相信，乃是一片真心，真是我是野君王啊！万官强，可你不当不当？哎呀，也是好。冤枉！冤枉！万岁，我都听清楚了。好，从今日你的女儿也是九家人张不兰。是，你在说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本卿查知道你的女儿聪明严重，才貌上进，就有相
错之意，今日那是天赐良缘。因为此代代，那定下了条，你还怕什么？万一官魁污染之身，更是万无一失。这是为此一片好意，难道你经久不切，想去把酒不成？万圣不过，万圣不过，起来，起来！好，叫你女儿梳梳打扮，明日早在我启程进宫。众恩从明天起，你的女人就是9家安人老夫人。哎呀，老爷呀，
寻女儿区区一用，今日此事呢，女儿是难从命。不来其心理人生与我情意相投，我怎能做得上天害你之子啊？哎呀儿啊，你这不义勇，为吾不但要得罪钦差大人，还要难住皇上身。
明。
天此等中还了几百斤，将其救往来。万岁，我并不救罪。那，满口在望，万死不遂呀！万岁，小女子有欺君之罪呀！好，故杀你不罪呀！哎呀，万岁！小女子今天是上不来，乃是冒名顶替，假假的兵，万岁！上家殿中他不来，只为难生；上不来，娘恩于中，心地深深。弟弟为把王恩领，逼我冒名上京城。那包他不来，从我来。那是弟弟教育我的，你家家伙，母生开。我这家母是园林外在开里，不用的土粮我名字上写，何曾也来我上的，说难又难，难杀人。你的刀你看。弟弟乃是谁？乃是儿的父亲。毛门登基，胆大包天。万岁，我有话。讲，我以为你是个有道明君，恰原来也是个糊涂昏君。我就是个昏在哪里？我是王爷难为父母相逼，岂能不容？今父面君可谓是尽孝，面对仁恩，身为贵重，土了真心，可谓是尽忠。小女子忠孝两节，何在之有啊？万岁呀万岁！倘若小女子进得宫来，不将真情灭分不出真假，此经出了真情，发了本伤，君先
如银的那一人滚当中大娘，那您去到宁德府先去告他吧。哦，不能去，不能去！我听谁你的长子啊？父与长子不告的，父与长子，这好，哎，天喜堂啊！此语也你，却是这
此时请先生与我家夫人安马。好。先生，我问你是什么病啊？夫人，你是无奈之前，这样无论一马些紊乱，三万心平啊，心平不佳。夫人心中听你所思，故而众人明明不落，去藏不息，实皆而为生病。真啊！先生啊，此病可是方便，只要把夫人今来之事统统吐出来，家具疙瘩，明天马上去付钱。先生，此看来，先生的相者也定中高明喽。领不领当当是年真不真的故于放肆啊！那么请先生就为我这个事。好，夫人你还要趁死啊？有拿去。先生啊，是一个因子。因是口中一个大字，是因可查可拼，吉凶无福，变化无穷呐。先生，不是这因子与我什么？老爷夫人，请坐下来，听我慢慢的道来。老爷夫人，听。他日
哎，
为那丈夫来而将变身。
人张不来。张不来，他就是我的女儿。这就是夫人的母亲吧？真好。大娘，
3年前陪你相救的壮士。壮士是啊，是这边的皇帝。梦。
再来月中穿浪里。
主子，你究竟是他什么人？啊，我是他的丈夫啊！好啊，你尽管冒充丈夫，快我不把你关押起来！你管不得，他是君什么？讲啊，他真是我的夫君。记到了没有？好，你俩既是夫妻，先生，现在我来。先生，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告诉你。什么事？你家岳母已被人杀死，从他身上得上血伤。明君府也是如此凶残，连国王亲笔先的堂子也告不成。好，我倒要看看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是在遭遇公王。好，告诉先生，你到哪里去？我要到明知府去高查。今天你万万去不得。为什么？今天乃是明君之府随三世纪，府上官员前来请入，你不要自讨苦吃了。他说他的情，我告不的他。莫非你是忘亲不亲？非忘亲不亲，有人替你撑腰，不能撑腰，家中有万贯金有没有出他的菜？哎呀，先生，我看你还省了这个气吧。那就没有忘法了吗？王法！哎呀，先生，王法从来就是空人。我来与我们，你快过来。啊！谁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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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! 啊
成全，这来老夫很容易发空不清，而且听不明啊！那你听，用你才气声一出来。方才乱棍叫声，双足定空，站不起来了。对，来，叫他扶了起来。你去，快讲啊！好，你听了。你要50地位，真
这此女，怎奈冒领忘恩之事，全是钦差大人导致非之也。钦差大人到，有喜有喜。但自己我怎么能不来呀？老夫也是做事儿来了。哦，巧啊！巧！听，恩师，万岁我都招生了，冒领王恩。老大人，请请。老大人，方才家子女奉承，冒领王恩一事，这是曹大人你的主意哟。我想不到今日正台，正到本钦差头上来了。贾子元，我来问你，本钦差无缘无故，为什么要唆使你女儿冒认皇恩？本钦差公子进上京江南，难道不是错万错，自杀万法，要你女儿冒领定罪？想当年，他一当亲，本钦差出生的是保护身家，如今难道为了一个酒家女子，官了咸丰进气，追想揭露吗？子元，今日在大堂之上，你是不是想过了？但酒客大敌，故而心可闯祸，乱造风。今日有本钦差来自，令我重生的造人。哎呀，大人，非是今日在公堂之道，恰是下不了胆，让万年去哪里来的